天气渐渐转凉，这时候适合来上热乎乎的一碗汤。小豪州沙茶炉推出新口味酸菜汤头，里面搭配各式火锅料，不同于一般，主角是新鲜的鲷鱼和猪肉片。为了符合现在的潮流，然后现在很流行酸菜鱼，我们用中央厨房去研发我们的酸菜鱼汤头。酸的比例我们有去抓大概2个月的时间去测试。然后我们经过测试之后，再搭配我们的豚骨汤头的完美比例，然后加上你只要再加一匙沙茶酱进去，它那个味道是绝对出乎你的想象。酸辣适中的口感，绝妙滋味，让人一吃就上瘾。加一匙汤底在沙茶里，蘸酱直接高一个档次，白饭都得忍不住多吃一碗。酸菜的那个酸酸的味道，然后有一点点微微辣。很香，很好喝。我今天已经喝2碗了。我觉得这个番茄的酸，然后还有一点点辣，然后我觉得这个汤头都蛮平衡的，蛮创新的，有不一样的感受，跟一般的沙茶炉来说。小豪州沙茶炉开业到现在60年，打破既有印象，推陈出新，大胆研发新口味之外，还成立电商平台，上架沙茶干拌面及猪肉干，还和 YouTube 频道台南人带路合作，走网路行销。为什么我们家的沙茶那么好吃呢？就是因为他们除了独家的10几种中药秘方之外，还加入了蒜头酥，还有DU per 啊，就是这个沙茶，嘴馋不用吃锅，把面进锅煮7分钟，捞起后再放1颗蛋和肉片，就是一碗热腾腾的沙茶干面，快速又方便，老字号的味道在家就能吃到，还能拿来当伴手礼，来台南旅游也能把美食带着走。记者陈怀谈的报道。